为了迎接疫情解封以后的大量游客，安平区新的饭店特别推出40道全新的创意料理，其中将近20道拢是融合在地食材甲西式料理手法，另外嘛有10道素食料理来推广环保永续概念。副市长叶哲山需要请出席新菜发表会，嘛甲观光旅游局、农业局共同做势，邀请大家来台南品尝无同款的春天新滋味。雅乐轩从去年1月底正式对外开幕到现在，不过1年多而已很年轻，所以其实也迎来非常多的好口碑啦。大家都认为说雅乐轩是一个最年轻、有创意、有活力的一个旅馆，所以我过去来到这边，我都看到好多的背包客，而且很多的外国的年轻朋友们。所以我想，这个雅乐轩已经建立起它的一种不一样的所谓的饭店的一个新风格，那吸引不同的族群来入住这个雅乐轩这边，那也带动安平这边又有新的一个景点哦。那这一次特别这个主厨在赵总的压迫之下，开发了很多的欧亚的创意的一个新的料理。那更重要的是结合了在地的食材，所以我们今天农业局局长特别来，我想对你们这一次的发表有非常大的加分作用。去年伫安平新开幕的饭店，不只伫餐饮顶面用心，让游客品尝到好滋味，而且每一道菜拢有故事，意外成为行销台南文化观光甲农业的生力军。台南新闻，阮子林根采访报道。